蔡英文政府为延续政权，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，不惜背离公义，漠视民意，利用各种限制民主、阻碍进步的手段，打击异己，就为了继续延长政权。台大管中闵校长遭工程会公审，就是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。非我族类都要追杀到底。我们看到的是民主进步党当建党的理念价值，如今已经面目全非，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退步党。明年1月总统及立委大选，我们要让这个独裁退步党全面下架，还给全民一个廉能、公益、繁荣、两岸和平的生活环境。谢谢大家。